恁着感谢野花求救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三界的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会友请竭力演全首。我的心是你的唱歌，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有创造天顶地，全能主上帝。一大一小，求通上帝照顾人类的天下，是归因全主后天下残远出山波澜险过，只管主上帝。我的心神，我的心神，虔诚条记主的名，伊是全能荣光上帝，荣光伫你天地，只剩主上帝。咱依然听到。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一。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直息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入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讲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三角来回应。经文第49篇，禅师以赛亚书55章，伫圣诗的后壁面1089页，我来解，请会众来用。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哪着开钱买未食得的物啊？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若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较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经济。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
以前有级别的所在会发伤别。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大家同心来祈祷。这边听到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的主，万权能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伫创造世界的大先，就竞选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伫基督内底，享受阮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阮感谢你。特别是在这个扰乱的世代，一人心内充满了惊吓，甲未平安。魔鬼亲像哈西伫走找通吞食的人，求主怜悯，因为因无认捌上帝，心内无有真正的平安。也是讲，我要求爸就另外赐恁一位保惠师。叫伊永远甲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感谢主，求主来坚固阮的信心，无互魔鬼留地步，赶去魔鬼撒旦的搅扰，互圣灵保惠师伫阮生命中来掌权，互阮会当持守福音的真理，我告主最好的见证，宣扬福音，互上帝国的荣光伫这个土地，互真理。互人有真正的自由甲平安，而且阮来为着阮的牧师来祈祷，互伊有对上帝遐所享受的贵力甲智慧，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来带领阮会友来学耶稣的款式，用三听来结连肢体，用生命来见证基督。阮身体软弱欠咱的兄弟。求你顾守因的身体，圣神的安慰，借着医生，互因得到好的医治。出外工作读册当兵的兄弟，求你甲因同在，保守因出入平安。今仔是主的圣日，阮兄弟搁一摆组织伫你的圣殿，而且我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求主你借着牧师传讲你所原来在的信息。互阮通明白上帝的旨意。当我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愿圣神亲自的带领，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能的上帝。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大家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卷16章第1节到13节。我本圣经伫355页，台语汉语本圣经是308页。现着我来读。第1节，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我已经去杀扫罗，无互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闷要甲偌久啊？你得用角底羊妈妈去啊！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亚西遐。因为我伫伊的囝中间备办一个王。撒母耳讲：我怎样通去？扫罗若听见，伊要杀我。耶和华讲：你会通带一只牛仔甲你去，就讲我来是要祭献耶和华。第3节，你就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就替我甲伊抹用。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伯利恒。城里的遐个长老拢袅出来迎接伊，讲：你来是为着平安吗？伊讲：为着平安，我是要祭献耶和华，恁着清洁家己来甲我负这事。撒母耳就互亚西甲伊遐个囝清气，叫因来负这事。因已经来，撒母耳看见以利亚，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一个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无伫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伫看，无亲像人伫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叫阿宾拉达
伊对三文的面前经过，三文讲：也我也无经济啦。耶稣佫叫三马经过，伊讲：也我也无经济的。耶稣互伊遐个囝7个，拢对三文的面前经过。三文甲耶稣讲：也我也无经济的。三文甲耶稣讲：你的囝拢伫遮吗？伊应讲：还有一个煞尾搭底饲羊。三文甲耶稣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也未来，咱无要坐倒。就找人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水好看。也我讲，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三文就用角来的油，伫伊遐个兄的中间抹伊，对迄日起。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台北，三年起身转去南马。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赞美，那请圣歌队今仔赞美的歌词是：神圣救主耶稣，神圣救主耶稣。这粒正道，咱遮陈牧师伊今仔要正道的题目是上帝所看、所欲、甲所用的，请陈牧师。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你的有定，互阮伫世间通过你信心的感动，互阮听到福音的时，就安尼来接受。通过安尼，阮得到你信心的感动甲精选，来成做基督的门徒，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总是上帝啊，阮活伫即个世间，不免会受到即个世界俗世价值观甲看法的影响，至到互阮常常
伫圣经上帝的话，以及这个世间的价值观，一只来相应。主啊，求你怜悯阮，一个时阵，阮互这个世界较赢。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经文，互阮知，阮虽然得到信心，互阮的恩赐、才能，以及这个专长，是教会的服侍，是外口的这个做工课的所在，一只的服务，总是主上帝转来到一你的面头前的时，阮愈较需要你信心的感动，你对阮心性的塑造，害阮每一届的敬拜，拢是用心性甲诚实来调记你。愿主你的神掌管整个分享的过程，拢通有你的启示来成做阮头前生命的亮光。愿安尼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一花语内底有一句俗语，这句俗语或者人不可貌相，后面呢，意思是讲你袂当因为一个人的外貌。用人的外貌、外在条件来判断一个人。我知影讲，这个俗语大个道理拢知影，袂当用外在条件、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总是我要讲的是，咱敢有可能会无说你犯安尼的毛病？咱敢有可能？我家己本身是常常会用人的外貌，还是人的外在的条件去判断一个人。若讲外表，咱当讲是一个人，伊的面相、伊的五官，还是讲伊的体格，总是咱嘛当讲一个人的外貌，还是外在条件，嘛包括伊的言行举止、伊的才能、文字、专长等等一切所有的。虽然人甲人之间第一印象真重要，总是外在的表现。确实无法度绝对来定义一个人的好歹。有一个故事，就是你讲以外貌来判断人安尼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孔子的身躯顶。咱知影讲孔子有真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伊号做宰予。这个宰予呢，口才真好，咱国语号做能言善道。所以一开始，互孔子的印象上好，感觉讲伊真有才情，真有学问。总是后来孔子发现讲，这个人不过就是有才情、有口才、有学问，总是伊无仁爱、无能足、无有效，都常常真笨蛋，伫下早时就咧困。所以孔子讲伊朽木不可雕。孔子讲伊是朽木不可雕。后来，孔子都有另外一个学生，或者澹台灭明，伊字子羽，咱就讲子羽这个学生。这个子羽这个学生，伊的外貌就甲这个宰予无共款，生了矮钝，也都无好看，真歹。所以孔子就因为伊的外貌，感觉讲这个人应该无有啥物出脱，这个人可能无有啥物款的出脱，所以呢，伊就对这个子羽无啥物款的这个期待，总是无想到讲这个子羽，伊对住孔子的身躯边安尼来学习了后，伊将这个学问来实践出来，而且伊有得到真好的名声，后来都有收300几个学生。孔子听了后，伊就真感慨，伊真感慨讲，一进前，伊凭一个人的口才。就来判断一个人的好歹，伊对这个宰予的判断是毋对的。后来，伊就凭一个人的外貌、外在来判断一个人，总是对这个子羽的判断又阁毋对啊。咱知影讲孔子，咱拢讲有着至圣先师对无？总是伊既然以貌取人、以言取人，两界毋对，看毋对人。我要讲的是，连上帝的先知。嘛会有看毋着人的时阵。今仔日咱的经文，咱要对先知撒母耳，伊受上帝的差派了后所发生的代志，来明白来了解，上帝伊是怎样咧看待一个人，上帝是怎样去明白人。照咱今仔的经文所讲的，有一天上主对先知撒母耳讲：你到底要为着扫罗？
来伤心，只要忧闷到偌久？到要当时，是啊，这先知撒母耳要为着扫罗王一只来忧闷伤心，是安那？敢有人知？扫罗是啥物款的人物？扫罗是君王对无？扫罗是冤起头上帝所竞选，要来统治以色列的这个君王，总是在迄个时阵，伊一定受到上帝的气杀，无要得互伊继续做以色列的君王。只是撒母耳先知，伊非常的毋甘，感觉非常的可惜，伊感觉讲这个扫罗实在是一表人才，高强大汉，安尼人未来是要去倒位找？讲倒后一个扫罗，无人得比伊倒啊缘投高强大汉啊！要安怎？撒母耳只啊伫忧伤，只啊想讲，后一个君王要去倒位找？原来一古时代，西亚地区的这个民族，因认为讲好看的外貌，你缘投的外貌高强大汉的身材，会当讲是上帝，也是讲神明祝福的记号。嘛是每一个这个西亚地区这个民族，因咧竞选国王的一个标准。意思是讲，做国王的人一定要高强大汉，一定要勇壮，一定要外貌好看。我要讲的是，照圣经的描写，扫罗王伊的外表是啥物款的外表？敢毋是高强大汉、真缘投，甚至讲伊的身悬安那？又高出别人一颗头，对无？真悬嘛！我要讲的是，扫罗就是符合安尼的条件。啊，扫罗的表现安怎？其实扫罗的表现嘛来满足以色列人的这个期待，因为扫罗王伊前后相战，因前后带兵相战，这就是以色列人按上帝所求的。咱若看撒母耳上卷，咱会发现讲以色列。有一天，按撒母耳讲：“撒母耳，你去甲上帝讲，为来甲阮设立一个王，互阮有一个王，亲像其他的国家相共款，会当来引带阮，带咱相战。”原来因所期待的王的外貌，就是高强大汉，会晓带兵，会晓相战的缘投。总是以色列人谁有安尼的期待？因为当期。以色列受到非利士人的这个攻击甲欺负，这咱会当对士师记来知影。以色列人当期受到非利士人的欺负，有真长的一段时间，陆陆续续拢真做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奴才奴隶。所以一安尼处境下面，当扫罗王伊真做国王了后，伊无互人民失望，伊带兵出去相战，并且靠伊一寡真好的战术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互非利士人按因投降，有真久的时间无搁来甲因侵略。总是咱若是到撒母耳上悬，都继续看落去。当这个扫罗王伊得到胜利，得到官兵的滋味了后，过去迄个谦卑、正直、顺服的少年人，完全变相，无搁想要搁听。上帝通过先知的言语甲命令，所以后来先知撒母耳才会带着悲伤得受气的心情，按扫罗王来报答，按伊报告讲上帝一定去绝你安尼的消息，以及伊的王朝、伊的王位一定无久长，因为上主甲撒母耳以及扫罗王讲，伊一定找到一个合伊心意的人。来做以色列的君王，毋那是好看的外表尔，都是合伊的心意。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一开始，上帝才会叫先知撒母耳讲：你较正做诶，你莫得只要忧闷，只要伤心嘛。赶紧用角添油去伯利恒，去到一个亚西的人遐，我一定竞选伊的囝儿内底的其中一个来正做国王。因为迄个人是合伊的心意、合主的心意的人，总是毋知嘛是撒母耳实在对扫罗文王伤过少年，还是伤过毋甘，
也是讲受到即个传统的包袱。看咱今仔日的经文，当亚西7个囝来到撒母耳的面头前的时，撒母耳一眼就看到啥？亚西的大囝嘛，对无？伊叫做啥物名？以利亚，就注目来看，然后心内想讲安那，就是即个徛伫上帝面头前的，迄一定是上帝选的，这一定是上帝选的。原来即个以利亚相共款，伊嘛是一个身悬真悬、真缘投的一个少年人，是符合当时一个君王标准的一个外在的即个体格。总是当撒母耳心内安尼伫判断、安尼伫想的时，雄上帝向撒母耳讲啥物话？咱 PPT 咱来读一下今仔日16章的第7节。人是看外貌，好，人是看外貌，总是上主耶和华是看啥物货？人的心内。所以撒母耳伊切一个，伊得到上帝安尼回应了后，才说伊都点，无得讲话，无得讲啥物，心内嘛无个小声。伊意识到讲，即个合主心意的人是上帝家己拣选的，伊无个有任何的想法。无阁有家己任何的意见，也是要用当时的标准来看人。伊就只听候，叫亚西的7个囝，一个行过来，按伊面头前来经过，互上帝亲自来甲回应讲，对一个人，较是上主要竞选未来的君王。总是照咱今仔日的经文描写，当亚西7个囝行过了后，敢有任何一个人受到竞选？拢无人嘛，所以撒母耳就问讲：啊，你敢有这7个囝尔吗？问落到底，较知影讲，倒有一个是倒位？安那？去放羊嘛，是外口咧饲羊放羊嘛。然后撒母耳就讲：紧，你赶紧叫你上细汉的囝来，伊无来，咱就无献祭，无食祭米。其实意思是讲，伊若无来，这个割麦的仪式无法度来继续，所以就赶紧叫这个细汉囝来。这个细汉囝伊的名叫做大笔。咱看今仔日的经文要怎描写这个大笔伊的外貌是安怎？伊的外貌是安怎？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吼，若是讲国语，就是讲伊是一个缘投的少年人，然后面貌安怎？红安尼发光，啊目睭安怎？清秀，也是讲炯炯有神安尼。当这个大笔来到撒母耳的面头前的时阵，上帝来讲啥？就是这个人来割麦。总是我毋知影讲，咱每一届读这个经文的时阵，敢会感觉讲经文也是上帝的意思，前后小可矛盾，前后矛盾，是安那？伊头前上帝念伊讲，伊看人是安那？看人内心嘛，上帝敢有看人的外貌？无嘛？啊，是啊，大笔一来讲伊是安那？嘛是一个缘投仔送，啊，结果就讲啊，这个就拉抹落去。啊，头前7个无较好，都高墙大汉，是啊，就单啊要抹一个。原来这段经文一只所讲的人的外貌，讲的是内在的品质的外在表现啦。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啦，意思是讲，大笔伊的心理。伊的心内即个素质，内心的素质，甲精神的层面有真好的表现，甲即个发展。在希伯来文内底，希伯来文内底，目睭讲的毋是只有讲咱的肉眼，即个目睭尔。希伯来文的目睭，上时嘛讲内在的精神的即个品质，以及即个属灵的功能。我毋知影讲，咱阁会记得讲，当撒母耳伊做囡仔的时受呼召迄个事件，
头前伊有描写讲，即个祭司以利，因为年老，所以伊目睭安那灰灰嘛，看袂清楚嘛。总是先知即个撒母耳儿童的时受呼召的经验，是用看去异象，还是听到上帝的呼叫？是用看还是用听的？用听的嘛。啊，既然是用听到上帝的声，是安那经文一头前特别来特别描写，这是以利伊的目睭无好，伊看袂清雾雾。伊重点是听，毋是看嘛。总是谁啊？要描写这是以利目睭无好，其实一遐描写就是咧讲，即个这是以利伊的属灵功能已经退化了，伊的灵性已经无个明醒啊啦，所以伊无法度得听去上帝的声，无法度听去上帝的话，无法度得到任何的启示。所以希伯来文的目睭，不只是咧讲咱的肉眼。嘛是指讲咱的精神、咱的属灵的状态，所以这段经文毋是上帝互相矛盾、自相矛盾。一只经文是要讲强调，大卫伊受到拣选，是因为伊内在的灵性是合主的心意啦。大卫伊的内在的灵性、内在的品质是合主的心意。总是我要讲的是，大卫。伊是安尼割抹受割抹的仪式内底，敢有真侪见证人？有吗？不过是进入一个表里横小小的安那砖头，然后只是有几啊张落一遐食祭米尔。请问，大卫伊受割抹了后，是正以色列百姓的面头前，还是少数人的面头前？少数人嘛。伊是叫撒母耳割抹嘛，讲你未来要做主的君王嘛。总是这个意思，咱讲或者半开放。我要讲的是，伊割抹成做君王了后，伊敢有坐伫王座顶悬，就是拢高伊的登基。有他登基了吗？毋是要出国迄种登基啦，是坐伫王位顶悬，还未登基嘛，对无？因为伫迄阵当时，大部分的以色列人的眼中。上游玩是以色列王，撒罗王，所以毋通讲以色列正人，就算讲大卫的遐个兄哥，坦白讲，就连伊的老爸都无承认讲大卫伊是一个合法的王。总是大卫伊伫上帝的信心会充满感动以及引带下面，大卫。渐渐来表现出讲，有上帝的神，以符合这个君王的这个特质的存在。而且以色列人嘛，通过大卫以种种的表现来意识到一件代志：上帝的神已经离开扫罗，然后甲大卫相甲伫地。咱个会记得讲，当大卫细汉的时，伊去扫罗门王的这个帐篷内底。为扫罗王做啥物代志？弹琴嘛，弹琴是为着啥？赶走这个邪神嘛，对无？这众人拢看入眼来，尤其是这个扫罗王边啊，这个将军，这个大官，众人看入眼来。然后大卫伊一个细汉囡仔，一个饲羊啊，这个小牧童，伊是正。以色列人的面头前，伊拍赢非利士的这个巨人上歌利亚，这嘛是众人看入眼来。倒一后面，扫罗王两届来追杀大卫，总是大卫敢有报仇，敢有埋怨，敢有家原谅，拢有原谅，这嘛看伫众人的眼内。倒一后面，大卫。伊来好款待扫罗王的这后代子孙，而且甲每一个以色列族群的兄弟姊妹一一和好，这拢是以色列众人看入眼来。虽然伊犹毋是国王，总是伊的好所行、好品行以及伊内在的特质，每一个人拢看入眼来。对伊的内在所发出的这个正直、
梁山甲林慈，甲扫罗王比起来，实在是真大的对比。所以是后来，咱若是看撒母耳下卷，有愈来愈侪人拢承认讲，大卫有上帝的神甲伊三甲弟弟。每一个人开嘴问大卫，拢是讲即句：你有上帝的神甲你三甲弟弟。安尼的承认也代表讲，伊一定渐渐来接纳大卫伊君王的身份，因为有上主的神的即个同在，安尼的条件比一个人的外在条件愈较符合君王的即个标准。意思是讲，做君王、做即个君王的人，毋是只有好看的外表，毋是高墙大汉、烟头飘飘尔尔。愈较重要的是，伊内在在安怎？有上帝的神甲伊三甲弟弟。咱知影讲，大卫伊要做王的即整个过程非常的久，拄着真济而且困难，总是上帝通过安尼，互整个以色列来明白一件代志。未来恁要选一个人起来做王，毋是干那看伊高墙大汉、烟头飘飘，愈较重要的是伊内在也有上帝的神甲伊三甲弟弟。所以后来一众人的心灵下面，咱看到犹太支派甲以色列支派，拢一一来甲大卫立约，承认伊做犹大国甲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是后来一个君王，伊敢有上帝的神三甲弟弟，成做以色列王的一个标准。扫罗王伊受警调的即个过程，也是讲经验，其实毋是符合上帝的标准，是符合外邦人的标准。因以色列人伫遐吵讲，上帝啊，先知撒母耳啊，收拾阮一个王来甲阮引出。总是因所欣羡的是啥物货？因欣羡的是看到外邦遐个国家因的王安那高墙大汉，好看头，会当带因相争嘛，对无？所以扫罗受竞选，是因为外邦人的标准。所以上帝互因扫罗安尼一个外在条件的人，总是咱看到上帝竞选来反对古时代迄种用外貌判断人的即个标准。虽然扫罗王高墙大汉烟头，总是伊的内在的素质无啥好。咱就甚至来看上帝先知撒母耳，伊难免嘛受到当时的文化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伊嘛是用外表去判断一个人。最后，咱看到上帝所竞选这个合伊心意的大卫，这个常常是人生顶面甲上帝有沟通的这个君王，咱当常常对诗篇来看去讲，大卫伊是一个常常用祈祷来感谢阿拉上帝一个君王。当伊拄着困难、拄着危机的时，伊嘛常常用祈祷来仰望交托给上帝。上重要的是，大卫伊迄个充满正直、温柔、良善、甲仁慈的这好的品格、好的品用，就表示讲证明伊是一个真正明白上帝的人，因为伊真正活出上帝爱的一个君王的款式。讲到这，咱知影讲受抹的，也是讲受过的，一旧约时代是君王、祭司甲先知安尼的身份。总是来到咱的新约的时代，来到咱教会的时代，丧是迄个受抹的，丧是迄个受抹的。各位兄弟姊妹，只要是受信心感动来认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是受抹的。简单讲，一新约时代，只要是受信心的感动来认捌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恁敢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恁敢有认耶稣基督做救主？恁敢有受到信心的感动，常常是这信仰内底来追求？咱咱比人讲，你是受抹的，倒来讲你是受拣选的。其实这是符合咱宗教改革的信仰精神之一，
或者信徒该祭司，相信咱的周报的封面拢有看的。咱的宗教改革的信仰精神之信徒即个该祭司，当然这嘛符合即个彼得前书所特别提到的。咱每一个人拢是属于君王的祭司，有无？彼得后书2章9节，前书2章9节讲，每一个信徒拢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即我版本一下是王家的意思的祭司，意思是讲，这个祭司是特别来服务君王献祭，特别服务这个君王用的。总是各位兄弟姊妹，咱已经来到这个时代啊，上是你所要服侍的君王。咱毋是活伫一个君王的时代，总是咱既然拢是上帝所竞选的祭司，那安尼，咱要服侍、要服务、要顺从的君王是啥？上帝主耶稣基督，对无？咱要服侍是安尼的一个君王。一过去旧约时代，君王选出来是要互主来使用。君王受选出来是要互主使用，所以毋是靠好看的外貌，是伊的心内的素质甲精神的层面，拢爱有真好的表现甲发展。因为君王必须爱常常甲上帝彼此沟通，对人嘛有好的品行来好款待人，必须爱有安尼的特质。安尼的君王，伊要服侍人，嘛要服侍正人。咱伫新约时代受信心竞选的正神知，就是咱每一位信徒、各位兄弟姊妹，咱拢相共款。咱受竞选是为着要互上帝使用。今仔日要互上帝使用的人，咱的内在的品质、精神的层面，拢爱有真好的操练甲进步。因为咱要服侍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位君王，以及咱身躯边的众兄弟姊妹。真侪时阵，当咱的教会伫邀请咱兄弟姊妹做工的时阵，咱拢会讲卖啦，我无能力啦，我无温数啦，我无才调无才华，等等遮下一种自我看轻的这个现象，常常因为安尼来错失服务上帝合适的机会。我要问的是，大必伊受膏抹成做君王了后，伊是安怎拍赢即个非利士的即个歌利亚？伊是安怎拍赢的？伊是安怎拍赢？伊不过是一个囡仔嘛，足细汉嘛，含正家都穿袂起来嘛。啊，伊是免怎拍赢迄个非利士人歌利亚的？伊我可是啥物？上帝开达上帝同在嘛。相共款啊，咱每一个信徒，咱拢受呼召、受竞选，互主来使用，总是毋通看轻家己讲，我无才调、无才情、无温数，迄拢毋是重点。上帝要使用咱是咱对伊有信心，我靠伊所授予互咱的感动甲开达。总是反转来看，咱嘛得真细腻。因为当咱开始因为咱的才情、温数、专长，这外在的条件开始骄傲自满的时阵，咱爱细腻，免得咱的心眼受到上帝的气杀，亲像上帝气杀扫罗王相共款。愿上帝的神无离开咱，愿上帝的神常常甲咱三角伫地。监察咱的内心，来塑造咱内在的灵性，而且，互咱甲上主会当常常有属灵的沟通，无任何的阻碍。上重要是为着上帝国，愿主会当大大来甲咱使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每一个人受你信心的感动引出下面。拢受到你属灵的竞选，亲像你即过去通过先知撒母耳、膏抹大笔相共款。阮有的气力，就是上帝你的神，甲阮三角伫地。
总是主，阮活伫即个世间，常常拄着即个世间的挑战，阮常常会累志，会跋倒，会失望，总是困求主你的神，常常扶持阮，勇壮阮，会当互阮知影讲，主上帝，你拣选阮，绝对有你的安排甲旨意，伫阮的身躯顶。也愿主你的神常常来塑造阮的内心，互阮不只是有外在这个温顺才情的条件，嘛互阮内在的灵性会当勇壮进步，来合入主上帝你的心意，好通来服侍你，荣耀你的名，嘛好通进入灵魂内底来服侍众人。愿主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阮，祈祷仰望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三个来吟诗信诗第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会众请起立念全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地大后面拢有无依，无论这事最贵那极大，困苦的人，互你扶持，伊若有主不变条堂，也就决定拢袂有当，常常头开个天靠无停，油门挂路下里耶。若是经过黑暗的苦境，家己爱上有啥效力？你担当你一个艰难，互你也过世界苦难。一条真正款是顶好运，用尽心情来嘛，承受天父善良的旨意，拢是对伊智慧听从，主经条咱来相知。在咱行过无地遥远，因是祈祷遵守主教示，用心尽力家己本分，心靠伊虽然袂堪甜，也顾下得真实平准。伊若心生靠主的人，伊无欺杀，无伊稳当。谢谢，即粒来奉献咱请赵秘书技师甲陈秋恒技师来示现。咱头一摆来到教会毋知奉献的意义，会使来奉献不要紧。
会众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这个我来报告台先，咱来读今仔的金句，周杯上尾啊，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也我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以赛亚书55章8节，来请。咱先开周报的第一啊，咱遵守的聚会精神甲咱即礼拜甲后礼拜的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第二啊，咱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甲主流的聚会咱请咱家己来看。第三啊是教会小组的聚会。咱请家来看，来来参加。第四啊，咱奉献的名示，若有毋对的，咱请来忠实来更正。咱先开周报的第5页，消息报告。本水6月24，第一，咱中昼12点，第7公议会议室来调归关怀部的会议，咱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第二，下晡12点半，伫6楼办公室来调归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会。下主日7月7日，咱7月份的伫我的中室，顶头是27名长老，技术是陈博元18日，陈秀信执事10礼拜。咱第二，咱后礼拜是要举行庆生会，咱7月份生日的名单，咱请家己来看。教会消息第一，7月甲9月新眼光的特景，人生的同伴，咱欢迎会友甲6楼办公室来领取。第二，咱桃园教会2008年夏季校品格教育营要开始来报名。伊主题是永不放弃地点是咱桃园教会。日期是7月12到7月13，拜58点半到下晡5点半。7月14拜6早时8点半到下晡5点。7月15是礼拜是早时9点到12点。咱对象是升小一甲升国一吼，咱名额是60名吼，费用是每人350块。咱报名的方式，咱平常时伫6楼办公室拜二甲礼拜是9点到下晡5点向办公室来报名。礼拜是报名是伫9楼下班的教室11点到12点，甲4楼的咱信经区11点到12点来报名。遮佫补充咱校规校校有需要迄个主厨甲迄个洗菜甲洗碗的同工。咱是7月初9甲7月14吼，咱需要主厨甲洗菜洗碗的同工。
请大家咱来报名吼，到4楼的公布啦来登记吼。告解消息，第一，本会陈经市牧师要伫6月26拜二上午10点前往圣经学院来参加第63届第一次的董事会咱请来为牧师来带导。第二，多元青年甲文化青年的联谊会日期是7月17，地点是咱多元教会，时间是下晡5点半到6点半是晚餐，6点半到7点是礼拜，7点到8点是团康游戏，8点到8点20是分组的分享，8点20到8点半是彼此的带导。然后请咱逐位青年朋友会使来参加。第三，新地中会上年部台东6月花莲的三日游时间是8月16到18费用咱家己去看吼。若要报名请向创所连姊妹杨秀华技术来报名吼。报名日子是到7月15，7月15。第四，平安7月节音乐会的报名要开始了，请邀请亲朋好友来同享音乐见证心灵的平安。时间是8月25暗时7点半开始入场，7点开始入场。地点是艺文的展演中心，演出单位由木森合唱团、拉拉山精灵合唱团、加八角头男生合唱团。票价是200块，咱教会补助一半报名的方式，咱所属的区高组长也是办公室儿童干事呢来交报名费，到8月7日截止。咱会使看详细的情形，咱来看1楼甲4楼的公布啦。具体消息，本会刚好甲副长老的爸爸彭先弟兄是我的爸爸。伫6月14蒙氏文调享年91岁，定伫6月288点伫主题孤营安慰礼拜，6月30伫主题孤营日兰礼拜礼拜3呢，甲宾馆去孤营会法7点伫江南教会2楼来举行个别对书礼拜，5点伫金山平安园来举行安放礼拜，完成安慰灵甲遗族同在。因为阮爸爸的籍伫江南教会所以即摆个别对书礼拜是江南教会来主办咱同教会来协办以上报告。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先感谢家父长老，是安尼的时阵游玩，勇敢坚持伫伊的服侍顶面，毋望咱继续为厝内底这段时间来甲关心、甲带导。牧师一只来做即个介绍、甲补充的报告。第一位甘俊玲，一些后壁安拍婆来跟，有捌来过嘛吼？有捌即届敢有互人翕相？因为顶悬注明讲你第一届来无互人翕相，爱乖乖互人翕一个啦吼。好，欢迎你，咱倒一届婆声。好，请坐，请坐。好来，第二位是蔡继芬、蔡志勋，好，欢迎。第三位是刘艳玲，这边子母氏，欢迎，好，请坐。
后来第三位是黄雅珍，黄雅珍姐姐按拍花来欢迎。好，谢谢。好，一只牧师嘛，一只补充，咱看到教界的消息。第二点吼，牧师较分段，所以互干事安尼的消息，这是桃园教会甲文化教会青年的联谊会啦吼，联谊会。一只咱可能会想讲，这可能就是高中生、大学生的代志。总是我知影讲，总会照即个社青的规矩吼，你可能到45岁，当讲这社青啦吼。所以欢迎你，若是有感动，想要做伙来参与，买当来参加即个联谊会。好，是第5点，有即个平安7月节的即个音乐会，这嘛是一个真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毋茫带咱的即个慕道朋友做伙来参与，通过音乐安尼来传福音，好来传福音。好，以上直接做补充报告。上行信息第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会众请起立，引起所，请牧师来就导。归地的上帝，愿更新行信心三位一体，在地的现在地的，将来也永远地的，无穷无尽阿门。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常常来塑造阮内在的人生，会当互阮熬用你所受受的恩赐以外，会当常常用心神甲即个信息来敬拜你。调记你，会当互阮所做所行，常常荣耀主上帝你的名，都为着上帝国来服侍众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亲像长老我醉，一望无你做着主的工。第个密度。咱平安日，咱请起来哦，请咱厝边隔壁来讲平安，耶稣听你。
新门牌的。本来看英文特区那边，可是没下网，然后链接去的时候就不给我，他就不刷，感谢。然后说，全部都平数很大，平数要够了啦，我们一个人就够了，你如果不会做，哎，他给你买1000，给你买1000。不要两三代同堂，姑姑啊，大家姑姑啊，弟弟在别处干，我大家弟弟。特别有摩擦。哎，对对，我相信别的家庭也都有。对。那我们来，爱你父母当中。对啊。说爸爸妈妈的。哎，那你说要走，结果坐在这里。走。我们去楼下走一走。去楼下走走。这个。尽量点啊。优雅。都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们全家都是啊，我大媳妇、小媳妇都住在一起啊，都住在一块啊。他不是，他是因为娘家只有他们只有2姐妹，我那个小媳妇，他那个妹妹又常常在台北，所以他会比较常回去跟他爸爸。所以他那个时候你看，该你哥哥工作辛苦，都那些年纪那些，我讲你在跟他的小孩跟他聊过，他的没有啦，有时候只是不知道。他的儿子，有很厉害有些嘞。
你知道后面的电灯从哪里接吗？你要接到。上面我不知道，可是我只知道这里接这里关掉。后面啊，后面就没用了。那很多电灯哎，五楼跟楼下的都，我找不到开关啊，我不知道在哪里。很奇怪，照你讲都是在这个旁边的墙壁嘛，或者旁边墙壁也找不到。不知道啊，我也是不知道啊。不是啦，浪费电啦，那有很多电。对啊，这边我也找不到啊，这边找不到开关啊，这墙壁也没有。那没办法做啥的。好，找办事人。要发新的。我不晓得要不要发，我先带来。好像是平安7月几。连这个都关掉。无迄无同伊找人呢，就剩一个所在。谢谢谢谢。我叫我请人关。因为咱的迄个，咱的迄个啥，迄个内底。可以，不用，这样好。